那年轻人最好的一年。好，我们是大家可爱的好朋友，而且今天看到我空气当中，我们有个超级巨大的这个可爱的气球，就是我的欧文酱。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讲很多这个美丽的画面，欢迎我们把手机准备高高的举起来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出发，点的呢是来自我们的叶美娱乐世界的好朋友，他们的有来自哇，很多呢，其他国家来的好朋友跟表演团队跟大家呢见面，恭贺大家新年快乐，Happy New Year，Open New Year。